你呢個血咧有一個問題就係最危險，我覺得應該係二王咯。左鏈跳係跳唔到，一定要行，頂唔到嘅應該係。摩盾開個摩盾得嘅，摩盾要有技巧要摩盾。幾千嘅喎，佢個隕石係幾千。摩盾咗咪打幾千咯，佢咪你食魔攻水，或者偷一兩步咯，即係總之我一定要係最前嗰個咯，一係就係你少人團就 O K 嘅，唔會個個唔會咁撚偷，即係我哋呢度會啦，一定唔會少人團，少人團即係明教鳩人。好啊，要係輸咗都係，唉，大家都盡晒力㗎啦咁樣。唔係任嘴炮啊，冇所謂，冇人知，得圍內知嗰啲係我哋嚟嘅，任你嘴。唔會。屌，單元準備識緊咯。冰嘢買咗隻會。好，明白。屌，我唔知我入到去個世界會唔會都係亂碼咧？有啲驚，我一個中文字都見唔到喎，仲有啲維護嗰啲公告。應該唔會。喂，做晒嘢你睇下。屌你，快撚過阿欣啊！當初。係屌影入嘅。哇！中文係真係要自己真係自己揾晒辦法解決，係有晒誠意。我屌你老母！我自己未有證，仆街戇鳩，仆雞，操你媽！結果是你沒證啊！結果是哇，係中文字啊！好舒服啊，中文字。喂，屌我 VPN 都食到㗎，台灣台服係。屌我哇好大延遲喎！依家你而家外國啊嘛？等我一下嚇。所以我先話你要識咗 VPN，如果你真係要玩。唔係，我想體驗翻美服個 ping，我咪就係開翻。係啊，你可以體驗翻美服個 ping。都寫咗笨豬啊！哇，好有錢嘅你呢隻嘢。有咩錢？唔係啊，今日2王3王嘅笨豬。今日俾我哋係準備啲火繩結啊！嗰度係揾嚟升同步啊，係。哇，係啊，係呢個 ping。係喎，我掉咗2000萬落去嗰時。我睇下先。哇！你套裝都咁樣，但係都6000血係。秘法啊嘛。秘法同步啊，冇吸乜春都冇。二階段。哇！咁樣入去你睇下個碟先啦，係啱啱初心嬰兒嘅下體一樣咁細。哇，係喎！哇唔得，好撚叻啊！出翻去熄翻 VPN 先。佢明明有分係 Mabinogi TW 同埋 Mabinogi NA， 我開 NA 嗰個，但係佢都食到喎，係。出咗。巴護啦，準備啦，跳啦 ！Oh my god！ 有唔使打到2王3王，試過1王都大概知。如果2、3層就閪咗咁咪都知咩料咯。 2、3層一定唔會閪啊，2、3但係一定要扮壯姿翻喎，一定要真係唔可以偷工減料噶啦，一定。個防禦都真係有啲力量係咪都唔夠嘅？係低嘅。
哦，沒有狂到他。技術啊，我哋呢度係技術。哇，好低啊！我平時係。嗱，星爺，我哋等間咧，我打完1咧，我會11嘅。等一下打完1之後，我會去11的，我不會給他魔魚的。嗯？哦，原來星爺不是1啊，那沒事了。哦，你波浪係鎖怪，唔係波浪係鎖物品。係啊。唉，死啦！仆街，我要 cap 翻圖，唔記得咗啲資訊。唔使亂咗唔緊要，隨便啦佢。好啊好啊，聽到丹丹的甜美的聲音了，我終於一整天都沒有聽到，我身體有點癢癢的，知道嗎？OK，我不講了。錫撚住㗎啦。OK。回去了。啊，唔係喎，唔使理嘅喎，啲技能欄可以亂晒都得，我只要對翻係個招技就得。病情要續哦。大家我幫佢做住啊！我做住啊！我都冇做過，我見到有兩個魚喺度。OK，有人克嗎？你看，我克，我只能。我高啦。佢哋個做魚都真係幾撚快。咩話？你個做魚開得真係好快，你有細功。我有唔係我有冷卻時間，我有精靈。精靈我都有嘅，但係感覺唔夠你快。你感覺好啦？唔係我感覺唔夠你快。知啦。
唔俾啦。哇！咩啊跳 OK OK，仆街啦！我有做錯做過頭，血血丹丹。好多章鱼，每一只巨人都一定有个章鱼。半个破防就打到金巴拉。评分吗？评分吗？我的评分呢？对我跟他讲了，谁呀？
睡一注啊！好嘅，半桌时间，星野你要3定係要咩啊？都吃了哈，我要换回去喽。好吃好吃，28搭上了。太好了，非常棒。回来了。谢谢安娜。歪曲咯，我哋推變3950。對啊，你睇緊學習大片。每樣嘢睇啊，嗰啲啊，應該俾人買晒3900嘅而家。哇，咁都平，啲人用果賣係賣3700。好平我㗎。嗰度要3000，真係貴好多。呢度特變版嘢真係貴。
電蛋女光貴嗰啲咩咯，嗰啲有差唔多電蛋，日月甲嗰啲咯，日月甲嗰啲貴啊。就嗰啲記得住咯。波波也要去了。啊，你们可以过去了。单星爺，你唔係話6點咩？但係啦，一樣。冇所謂。煎啊！有啊，煎啦煎啦。抽过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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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過啦。哇，丹丹，你进行曲已经没事到。我刚放图安了，有点奇怪。错位问题，图安逃脱喽！你们逃脱，我逃脱了逃脱了，主席，主席，唔緊要唔緊要。啊过了过了，可以过来。等一下，有了。開埋氣息嗰啲添咯，可以。依家2.3，開埋住佢。我企到 Nago，不说。
可以見到你喺台服呢個世界咯，都好感恩，仲會有成套安安。哇！個拼真係好低，不過戰鬥模式同普通模式快就硬到乜咁。冰冰哦，哇！我是第三個嘛，佢都係啊，係咯，都係水一豬一喎，juicy。珠子多一哦根，咩啊？珠子沒多啊，沒多啊，沒多看，好啊，剛是水一注意啊，哦，剛剛好，好，對，剛剛好。剛剛跟現在剛剛好怎麼那麼剛好？東提香，魔力石，魔力石，啱啱好個拉迪卡，仲有拉迪卡。放寵物哦，星野老大不放寵物哦。有人沒吃飯桌嗎？我要換才能哦。嗯，都吃了嗎？
都吃了，都吃了。吃到饱，吃到饱。修一下装备，行。哦，对，快到了。你放吗？还是我放？我放好吧，不用。前桌底闪光笔。等我想好。来吧，我3152。把一个5231忘了给我。我看到你放给别人，不放给我。我的 mouse。操！星爺你貼埋牆吧，咁佢跳，nice。85哦。你繼續拉最遠入去，用你攻擊佢離最遠吧。完了，我资源已经射到了。我射了。哇！仆街啦！玩你哋嗰隻咧，我會啲 setting 變翻。
波斯15秒，左開氣息喎，啊唔係個氣息仲有靚咯，可以維持到成場嘅招式。我嗰個仲有2分幾鐘，一陣再開多次，再多15分鐘都應該夠。波放長。玩了吐司打包了。印尼只要输了，撳緊死掉咩？真係要跟住你可以睇下邊場最近，咁然之後你就跑去最遠嗰度打係。手链贴，手链贴，手链贴。
開個氣息。開咗啦。月你等下刻一脚烟雾撞击我来，烟雾支援进我来。不死哦！咁啊去天了，鬼月打完了。屌你哋！孩子又不见了。
你啊，跑过来。那完了，等等。等等怎么出来？我表，我出得来的。破破还能，破破还能，出了，我在后面。我过去哦。星野可唔可以企入落圈啊？如果唔係 Omi 打唔到。出嚟！佢個判定有啲痛，咁都可以判定到嘅地方。真差。50分钟打完，不错。酸。
這速度蠻爽的。陸戰香口膠，哇72係我啦，係咪啊？我需要的東西。咁等我摘個80俾你睇。OK 水是剩2瓶，怎麼 OK，攞到自己要嘅嘢，好感動啊！水剩2瓶怎麼分？全就甩掉啊。珠子不夠一輪是不是？哎，不夠。那珠子是全部禁掉嗎？還是3、4、5拍全勁咯。全部競標。啊，我放棄了，我只進一個，沒關係，算了。哦，攞唔到添啲豬。好有六字號都好啊。有陸戰號。